完全冇上網嘅情況下，我哋6-7日嘅活動可以做啲咩呢？傾偈，瘋狂傾偈，係回到人與人之間最純真嘅嗰種交流。喺個團入邊有咁多呢啲癲人啊、能人異士啊，我冇記錯咧，應該係有20個人。當佢哋踏足完北韓之後咧，就已經完成咗佢哋環遊世界195個國家嘅壯舉。你淨係同一個環遊世界國家嘅人都有排傾啦，有20個你真係由朝傾到晚，你都傾唔完。即係除咗環遊世界之外，有 KOL 好多係百萬 YouTuber 啦。另一個咧令我好大開眼界咧，60歲嘅叔叔，咁佢就爬過世界7大洲嘅最高嘅山，佢係去到南極個南極點度，北極個北極點度，係連續7日嚇喺7大洲跑一個馬拉松。我發覺咧，你去得越嚟越多嘅地方咧，其實你個人咧係變得越嚟越謙卑啊！你會發現為自己其實真係好渺小，因為呢個世界真係好大，形形色色嘅人真係好多。